熟悉的感觉，熟悉的话语，唱着那熟悉的音符。没错，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每一段旋律，都是以最传统的客家母语所编制出的，而那是从一群年轻的客家子弟手中所编制出来的客家歌曲。对他们来说，因为有着理想，更有着一股对家乡不变的情感，让他们选择了回到这块曾经伴随着自己成长的土地上，一遍又一遍地唱出那撼动人心的客家歌曲，久久不已。高拱哈，高拱，因为人家在做第一张唱片的时间，可能除了创产国的时间哈，人家各多朋友来跟人听书啦哈，如果像大家看到那个空间哈，其实各多大家如来出工来出东西，然后各位成立那个乐队的话因为人做唱片的时间，可能因为反水库的时间，因为做那张唱片，所以如果人家做那个唱片的时间，其实那篇的人基本上係呢，因為講咱唔要參加人哋後生嚟做嘅事情，係呢講啊，係呢那個大家都應該來參與嘅東西，所以佢大家花更多嘅心力喺那高雄嘅那六邊嘅歌上部分。啊，我哋這種唱片錄拍之後呢，因為如講啊，如想講啊，成立嘅那個樂隊嘅兩個來發行那個專輯，所以大家佢要更多人都適合喺那個聊台下來討論講啊，剛剛嚟按那個名吼。迄種人哋想嘅嗰度嘅名嘅，我也用那個農曆當過那個筆法吼，啲個寫講啊一道法哦，啊，然後得到太極嘅一個數目吼。雙劍當我扮家做夢，樹林一條話一道長，山谷難遊。三扎河水路圈圈扎我，连妹唔多啊一道难，你咋难有？一词一曲，用的都是那坚持着不轻言放弃的想法。当中也许会有挫折不如意的时候，如今却在团员们的努力之下，而赋予了它新的生命，同时它也代表着所有人心中的期望，因为那里有着一种熟悉的味道，一种属于颜料的味道。高雄哈，如講啊，喺那個音樂嘅那個一個風格當中來講嘅話，如講啊，因為人家要做那個唱片的時間哈，其實可能面的嗰度哈，如果面的嗰度事情都，因為國音可能係那種像哪個打個天吉他、天貝斯哦，那個爵士鼓。也喺 keyboard 啦，就樂器嚟做音樂。音樂無國度，對世界上的每一個人而言，它是共通的語言。隨着越來越多的人對客家歌曲的接受，進而站上世界的音樂舞台，歡喜又感動，堅持又驕傲。我想那是對所有團員最佳的心情寫照吧。